后来若天后张惠妹阴暗看年暝，伫台北大巨蛋的演唱会是上尾一场，将会为暗时9点半开始唱。到底唱到几点呢？讲这个时间无限制，就要看歌迷的热情。接下来是31号要跨年了，你们一定要早一点来，因为我们很早就会有会有 DJ 在放音乐，可以感受那个就是好像要 party 的一个感觉。31号跨年准备好，好爱你们，谢谢你们。电信公司嘛来宣布，将会为阴暗11点55分开始，独家来直播到15分钟的演唱会，要互迷众会当甲阿妹做伙来迎接到2025年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